这个疫情的期间，除了外在爱做好着防护之外，嘛当靠食食来增加咱的抗体。营养师讲有防疫三宝 CDP， 就是维生素 C、维生素 D 甲植化素 P。加食一寡 CDP 的食物，会当增加咱的抵抗力。在疫情期间，民众挂嘴暗，防止去喂着病毒。不过，有营养师讲，除了外在防疫措施，内在照护嘛真要紧。透过防疫三宝 CDP 来摄取有这个高维生素 CD 甲食物素 P 这个食物，嘛使有效得到营养素。目前研究呢，如果说我们人体内的维生素 B 的浓度偏低的时候，比较容易罹患 COVID-19。就讲柑仔、芭乐、雪茄等等果子，拢有高维生素 C 的营养素。伫防疫期间，民众伫出来料理的时，嘛使加食乌毛蛋、红鲢鱼、蚵仔等等有维生素 D 的食材。第三宝是植化素，那植化素呢，它存在于蔬菜水果当中。那在我们天然界中，有些含有花青素，像葡萄、桑葚、蔓越莓，这些都可以多摄取。医生嘛提醒讲，晒15分钟日头，嘛使增加维生素 D。若是食外口的人，建议使透过食营养品来补充营养素，安尼嘛使加强对病毒的抵抗力。